FIRST 机器人大赛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 FIRST 主办，每年拢会根据全球性的议题设计机器人的比赛主题。今年的主题以热能源为主轴，参赛的队伍必须要在2分半的时间内操控机器人，完成各项的能源任务，来得到分数。咱科协中学 FRC 6998团队伫机器人的设计加操控的正确性，嘛得到工业设计奖。表扬团队在机器人的制作和设计过程中，能够有完整的决策，还有精密的加工水准，制造出一台兼具功能以及美观的机器人。那我觉得这个奖项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大部分的比赛就是你是第一名就是第一名，你是第二名就是第二名，都是看最后的结果。但是这个奖项很看重制作的过程，在制作过程中你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你们是怎么克服它？最后学到了什么？我们要设计一款可以快速移动并且灵活的机器人，然后要夹取旁边的空和 Q， 那去放到杆子上还有平台上得分。那一个联盟有3队，那就是3队合作一起去完成这个比赛。另外，由着应信、中医、大公定国小甲南大附小所组成的团队，对生活问题出发，提出解决的策略，嘛得到团队合作模型奖。其中黄伟体19号下午嘛特别颁奖表扬。应该我们是台湾唯一还唯二获奖的团队哈，因为其实各县市都有。那感谢各位。那我想这个是我要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们，感谢各位，肯定各位，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在接下来会有更多更好的表现。那也要祝福真的很辛苦的老师以及辛苦的这个家长全力支持的家长还有校长，大家一起成就这么美好的事情。再次感谢各位，那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接下来的整个研究，我们也会有更好的成就跟结果。市长表示，台南市的机器人教育成果，在美国 FIRST 机器人的比赛得奖，会用的讲是世界级的认证，而且在国内城市，嘛会用的讲是唯一或者是唯二得奖。除了学了为台南来争光，同时嘛勉励学生继续来努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